二三四，人生海海，有情大上大，什么屈世，全靠一支竿。无论有啥物阻解，解甲输赢。人情着留一线，日后互相看。勇敢对救的运命，天会将阮听。无事拜谢人甲我，我煞得看破。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大家好，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这首大家这首歌呢，是人情留一半啊，同学们呢敲碗已久啊，这也是我们下一期呢课堂上要教的歌曲《人情留一线》啊，这是甜美可爱的乔佑和帅帅的吴兆邦两个人合唱的歌曲，作词作曲呢是豪记唱片公司好棒棒的词曲作词作者呢石国人老师。这是一首降一大调的歌曲，来我们看一下钢琴降一在哪里来这里两个黑键空一格没有黑键，然后再过去又三个黑键，有没有两个黑键的右边的这一个右边的这一个这个比一还要低，对不对比一还要低，所以叫做降一，对不对？有没有叫降一所以这一个音弹下去我们要唱什么？要唱哆所以这个降一大调降一大调。来回到课本上来同时这是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来我们看第二小节5一拍2拍3拍4拍，真的是4拍，速度1 2 3 5，123呢，比一秒钟2拍还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来我们来看歌谱，来第一小节停，咪嗦嗦啦嗦2 3 4停，咪嗦嗦啦嗦2 3 4停。这是男女合唱的歌曲，第一句呢女生先来，乔又来，人情海海海，有转滑音嗦要带进来拉这个海呢拉带进来嗦了，人情海海停，哆咪咪瑞哆嗦啦2 3 4停，哆咪咪瑞哆嗦啦2 3 4。有情大上大，从头人情海海，有情大上大。再一次，人情海海，有情大上大。停，哆哆哆啦嗦，停，哆瑞咪瑞。咪嗦咪瑞咪拉嗦2 3 4 5 6 7 8。好，来看第二行来，哆哆哆啦嗦，哆哆哆啦嗦，停，什么苦涩，什么苦涩，苦有苦趋势的苦涩苦这里有2个音，什么苦涩。什么苦涩，来再一次来停，什么苦涩停，哆瑞咪嗦咪瑞咪拉嗦2 3 4 5 6 7 8停，哆瑞咪嗦咪瑞咪拉嗦2 3 4 5 6 7 8停，转口起的记忆你打干转口一个干来，转口一个干。同学，这个尬呢要拖2个小节，那换句话说就是8拍了如果你的气不够，那请不要硬拖，因为你硬拖的结果可能会音会不够高就掉下来了你自己还不自觉那为什么？因为气不够所以呢，反正音乐会在演奏嘛，音乐会继续演奏它的，所以你如果气不够，那我们就停了，要不然呢，转口气，你在转口的前面要大口的呼吸来。转口一里嘎停
还够呢，对不对？所以这里一定要大口呼吸来。什么苦涩停，转口气离家停。好，第9小节呢，第一拍又要停，而且它不止停一拍哦，前面还有一个附点，所以1拍半了，停。啦啦哆啦嗦啦哆，哆啦哆啦嗦，再一次来停。啦啦哆啦嗦啦哆，哆啦哆啦嗦，再一次来。啦啦哆啦嗦啦哆，哆啦哆啦嗦。无论有，无论论有3个音，拉哆啦，无论有也有2个音，无论有啥物阻碍，来从头来停。无论有啥物阻碍，停。拉嗦咪瑞哆啦。拉嗦咪瑞哆啦，停来，该加苏呀呀有转滑音，嗦要拉要带进来到拉，对不对？嗦啦呀，该加苏呀，该加苏呀，好，前面那一句来接来。无论有啥物阻碍，停该加苏呀，嗦。来，认真着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嗦啦哆，哆瑞咪哆瑞咪，哒嗦咪瑞咪瑞哆二，1 2 3 4，再一次来认真来，认真着留一线，日后好相看。2 3 4 5 6。看呢，1 2 3 4 5 6，看要有6拍，然后呢，这个主歌就结束了哈。来，再来一次，来，认真着留一线，你要好相看。停，停呢，这个副歌呢要第2拍的后半拍才下歌，停。啦啦嗦啦哆，哆啦哆啦。啦啦嗦啦哆，哆啦哆啦，用敢勇敢的敢呢，要闭口音，而且它的头顶上有一只毛毛虫，怎么样？它要转音，用敢啦哆啦，用敢对救，这里又有2个哆瑞，其实这也是个转音哦。勇敢对救，阮命哆啦，好，来再一次来，勇敢对救，阮命停。瑞哆啦哆啦啦嗦，瑞哆啦哆啦啦嗦，天将阮听，天将阮听。前面那一句来接来，勇敢对救的阮命，天将阮听。停咪瑞咪嗦啦嗦啦嗦咪，咪瑞咪嗦啦嗦啦嗦咪。来，无事白啥人加挂啊？无事白啥人加挂？这个呢也是前面停一拍，然后第2拍的后半拍才下歌，对不对？停，无事白啥人加挂？停挂那个停半拍来，无事白啥人加挂？我瑞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看破要拖长半拍啊！瑞哆啦嗦咪瑞，我选择看破破我选择看破。来，无事白啥人加歌来，咪瑞咪嗦啦嗦啦嗦咪来，无事白啥人加歌，我选择看破。再一次来，无事白啥人加歌，我选择看破。啦啦嗦，啦哆哆瑞哆。啦啦嗦，啦哆哆瑞哆，我相信，再一次，
我相信，我相信，啦啦嗦，啦哆哆瑞哆，啦啦啦哆啦哆啦嗦。二，来，再来一次，来，啦啦嗦，啦哆哆瑞哆，啦啦啦哆啦哆啦嗦。我相信，我相信，幸福会当我心听。再一次来，哎，我们把它推高一点来。我相信，我相信，幸福会当我心听。嗦啦哆哆瑞哆瑞咪嗦，嗦啦哆哆瑞哆瑞咪嗦，离合悲欢无定，离合悲欢无定，离合悲欢无定，嗦嗦啦嗦咪啦，二三四停。嗦嗦啦嗦咪啦，二三四停，无需要惊。嗦嗦啦嗦咪瑞，二三瑞咪嗦，咪瑞哆哆。嗦嗦啦嗦咪嗦，嗦嗦啦嗦咪瑞。坚持就好啦，嗦嗦啦嗦咪瑞，二三瑞咪嗦，停咪瑞哆哆，坚持就好，来，坚持就好，其他又在天啦。来，最后这句呢是两位合唱，来，坚持就好，其他又在天啦。五六七八停，哎，接下来间奏10小节。好，来，我们刚刚呢给大家呢逐句一句一句的来教唱啊，但是忘了给大家介绍，哎，哪一句是男生，哪一句是女生？哎，我这个歌谱上面有写了哈。人生海海有情大上大啊，什么曲折全靠一字讲，哎，这就是乔佑唱的。过来呢，换吴兆邦，无论有什么阻碍，敢爱敢输赢哦，然后两个人合唱来，人情就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来，换吴兆邦，勇敢追求运命，天会将阮疼。换乔佑。无事牌，啥人敢挂？我选择看破。过来，吴兆邦，我相信，幸福会当换心疼。来，范乔佑，离合悲欢无定，无需要惊。哎，过来呢，换这个两个人合唱，坚持就好，其他又在天啦。哎，咱唱头一遍唱到这啦2个小节哦，然后呢再来了间奏10小节，然后呢我这里画了2条线，有一点点小错，为什么？因为要反复啊，这里要反复，来反复呢，又从哪里？又从头。人生海海，有情大上大，什么曲折，全靠一字讲。来换乌照帮了，来啦啦哆啦嗦啦，来，无论有啥物阻碍，该加输赢。人情就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一二停，勇敢追求的运命，天将阮定。无事拜啥人敢挂，我选择看破。我相信，我相信，幸福会当我心听。哎，离下悲欢无定，无需要惊。停，坚持就好，其他又在天啦。1、2、3、4，我们唱第2遍，唱到这边看到什么？谁扭？谁扭？那就要找另外一个谁扭的，对不对？在哪里？你家
啊，的副歌哦，我知道了。那第二遍唱到这里就是要接副歌，没错。来，我们再接副歌来，啦啦嗦啦哆哆啦哆啦，来。伊勇敢对救的运命，天会将军听。听，无事拜啥人敢歌，我选择看破。我相信，我相信幸福会当我心听。听，你下悲欢无定，无需要惊。听，坚持着好。其他又在天啦。停啊！这首歌呢2遍半，唱到这边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啊。这首歌呢，人情留一线，真好听嘞哦。啊，个弟弟啊哈，蛮好唱，对不对哈？总共加30几个小节哈，也很好唱啊。那这首歌呢是乔佑汉、吴兆邦的合作的作品啊。这个石国人老师哈，石国人老师做的词和曲啊，那个很好听啊，欢迎大家呢到 YouTube 频道去看一下啊，这个人情留一线的这个 MV 啊，这个等来我这首歌哦，就更加好听了哈，更加有进入状况啊。感谢大家啊，长期以来哈，甲粤语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的支持啊，伫加新年头旧年尾啊，甲大家拜一个早年啊，祝福大家小龙年行大运啊，那这个身体健康啊，什么都如意同时呢拜托大家啊，伫影片的下面呢，影片的下面有一个特别这个感谢超级感谢请按下去给岳云老师赞助有大家的赞助支持，这个影片才能够继续的做了您的支持与抖内也给我赞助，就是我们最大的制作影片的动力。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